基美医学中心福建部主治医师董佑儒指出，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流行，台湾本土疫情也为去年5月开始爆发，确诊人数持续增加。不论是何种形态病毒株，拢有相当比例病人在确诊新冠肺炎后留下后遗症，其中包含肌肉骨骼、心肺功能、认知功能、神经、精神症状等等。长新冠后遗症不只造成病人生活品质下降，甚至会影响到工课，造成收入减少。染疫过后，其实会留下非常多所谓的长新冠，还有新冠后遗症的情形，像是喘啊、累啊，然后认知功能下降、忧郁啊、肌肉关节疼痛的问题。那其实这对个人来说会造成相当大生活上的困扰，生活功能也会受到影响。那除了个人以外呢，他的家庭啊、社会啊，还有国家其实都会受到影响，人际、经济、工作，还有他的收入也都会明显的下降。所以这对个人跟家庭来说，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。基美医学中心福建部主治医师董佑儒说明，依照国内长新冠后遗症复健经验，大部分的病人在解除隔离后3周内就当恢复到正常的功能。同时，佮加入早期的复健治疗，会当避免运动、心肺、生理、认知、吞咽功能的障碍。病人就是在特定时间内爬阶梯，那如果可以完成正常人一般可以完成的阶梯数量，我们也会认为是正常的。那也可以请病人憋气，看可以憋几秒。那如果憋超过半分钟以上的话，也算是正常的。所以我们会针对心理啊，然后肺部功能啊、认知功能啊，还有他的四肢活动度的情况来做评估。只要不正常的话，都非常建议可以挂复健科来及早做治疗。董医师表示，长新冠症状的复健治疗愈早开始，效果愈好。康复患者若是自家生活功能严重受影响，会当到复健门诊接受评估，并进一步接受复健治疗甲复健运动。目前文献显示，长新冠后遗症的病人，若是会当愈早接受复健治疗，会当提升生活功能甲品质，减少未来长期医疗依赖的需求，甚至会当促进整体生存率甲身心的健康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